这边还有杯，好，确定每一个人都有拿到饼和一份杯，好，那个德恩。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的罪所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请我们能够来安静祷告，也求主能够同在，将这些饼和杯成我们灵魂的帮助，成我们灵魂的益处。那我们长老到的话，好，等一下也一起来领受。好，还没有人，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坚信，你还没有拿到饼和拿到圣餐杯的，如果有的话，好，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把上面的塑胶袋好或盖子可以把它撕开，好，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领受。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我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来纪念他。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请我们一起来领受。在我们的旁边有一个袋子，好，可以把你用完的杯子和袋子，好，可以传到旁边。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主日能够来领受圣餐，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宝血，通过与主同桌，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得到滋润，能够得到营养。也求你再一次圣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着洁净，也让我们能够带着信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也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好，谢谢。我们回到3个，我们还是来读这个使徒信经啊。好，使徒信经，好，我们一起来告白我们的信仰善业。好，谢谢。我信上帝，全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公之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1节到第6节。希伯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古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就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由于信心，我们知道宇宙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由于信心，亚伯比该隐献了更好的祭物给上帝，他借着信心赢得上帝的赞许，被称为义人，因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仍旧借着这信心说话。由于信心，以诺得以不死，他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了，没有人能找到他，因为上帝接了他去。圣经上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就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好，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感谢祷告来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请同工来。在这个主日，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一同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使我们碰到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顺服，仍然选择感恩。主啊，求你让我们的需要摆在你的旨意后面。我们要相信你所供应我们的是最大的需要。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哎，请跟你的隔壁弟兄姐妹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好，现在我来做报告。那么教会的报告呢，第一项，7月1号到12号期间呢，配合2024的
这个 Advent Taiwan 同工的训练以及儿童的夏令营的活动。那么这个礼拜呢，社区的事工相关活动还有小组的聚会暂停，好，请大家互相告知一下啊，暂停。好，下一页。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场礼拜的时候已经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的圣礼典啊，第四次的圣礼典。那么我们有信仰告白简如玲姐妹，还有2位小儿的洗礼啊，张新雷还有严以诺。那么恭喜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好，那刚刚现在他第2场呢，晚一点哈，教会的照片会公布啊，待会互相认识一下。好，下一页，谢谢。那么成人会籍呢，我们非常欢迎有几位弟兄姐妹会籍转入本会。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陈柏芝牧师，还有静怡师母啊，还有他的在后面是不是 ？OK， 那还有我们尤雅婷姐妹、黄大和弟兄跟江崇珍姐妹，那还有杨玉欣姐妹，以及丰盛弟兄啊，还有秀慧传道，还有他的孩子玉涵跟玉德，在上一场啊，那个上一场 OK， 好，下一页。那这是陈牧师的家人哈，小儿会籍。小儿会籍转入，那么有允琪、有允杰，还有允田，那恭喜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哈。刚刚有在名单上面的吗？现在现场有没有？有了，有牧师在现场了哈。玉兴有来吗？没有在这场。没有哈。好，我们还是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好，下一页，谢谢。那么这个礼拜的祷告会，礼拜3是在2楼。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那教育部的消息呢？我们第3季的新眼光读经已经到了。那有登记的弟兄姐妹，请向美英执事来领取。研经释义还有3本，如果你登记的还没有拿，请待会礼拜结束赶快去领取。好，下一页。那么教育部60周年纪念特刊的小组，预定在下个礼拜的礼拜天下午1点半，在401教室要召开。迦南教会60周年，什么时候60周年？明年哦，明年的10月31号。那么迦南教会60周年的纪念特刊的筹备工作说明会。那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收到这一份的邀请卡，这份很精致哈，教育部很用心啊。你有收到这份邀请卡的话，那请你能够在那一天主持的参加哈，写得很精美哈。我们服事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服是因为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那教育部诚恳的邀请大家能够参与。那如果你个人虽然没有收到邀请卡，但觉得你在祷告当中觉得这个服事对你来讲是一个喜乐的服事，你也愿意服事的话，欢迎下个礼拜天下午几点？1点半。1点半啊！希望你直接到401教室来协助我们这个60周年纪念特刊的编辑的筹备。好，下一页。那么牧养系统呢？我们圣经共读，如果各位看周报的话，到目前平均每天大概是56到60个人数的弟兄姐妹有参加。几点开始？6点半准时开始到7点。那么希伯来书会查到这个礼拜天结束之后是历代志的上下，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参与，因为耶稣也是清晨就到旷野去祷告。那牧师也期待我们每个人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就从每一天的清晨的灵修开始。如果您还没有参加的，那邀请你能够共同的参与。那参与很简单，只要我们同工有发赖，每天早上大概6点就会发赖到各领袖同工群组或者是各小组，你直接点进去，输入名字就可以进入了。这样了解吗？了解吗？了解啊！回应一下，了解吗？好，了解。我自问自答哈。OK， 来。好，那么社区的讲座呢，在7月10号下礼拜3的10点半到12点，那么有穿越梦境看懂自己，由王荣义老师来主讲，欢迎各位，您自己就加赖来参加也可以哈。来，下一页，社区事工。那么教会的活动7月1号到12号，一直到这个礼拜的礼拜5，那么德福关怀据点一样暂停2周再次的提醒在座的或者线上的我们的德福的朋友暂停2周。好，下一页。那么后天下礼拜3 7月10号，新竹中会召开84届第3次的议会。那陈牧师跟我都会代表教会来参加。好，谢谢。新竹中会的妇女部9月10号到11号会前往日月潭，有妇女部的2天1夜秋季灵修的旅游。
那么如果各位要报名，请向田初宇长老来报名。哎，初宇长老在吗？对。啊，廖标哈啊，那唔在哈，如果不认识没关系，你直接问盖世也可以哈，就可以找到人。好，下一页。那么我们肢体的消息呢？第3组的吴登贤弟兄，6月25号礼拜二，蒙主恩召，享年68岁。那么定在7月13，也就是这个礼拜6的早上8点，在桃园市立殡仪馆至真堂来举行入殓礼拜，8点半火化礼拜，下午1点就在教会的2楼，49号2楼哈。举行告别礼拜，那么下午4点在林口鼎福陵园举行安放礼拜，愿神的灵安慰他的家人跟他的家属。好，下一页。好，那么这个礼拜4呢，就是刚刚提到吴登贤弟兄的这个家庭安慰礼拜，是这个礼拜4的晚上8点，也一样在49号的2楼来举行。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请兄姐能够踊跃参加。好，那么从7月份开始呢，第1周的礼拜，也就是今天。那如果您是当月份的寿星的话，教会在礼拜当中呢，会送给每一位的寿星小小的一份礼物啊，也作为一个纪念。啊，不晓得7月的寿星有在现场，能不能请你起立一下，让我们唱生日快乐歌？牧师要送礼物。7月生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7月生日弟兄姐妹？请站起来哦，嘉瑞，嘉瑞还有没有？来，那请来到台前哦，请来到前面，牧师为你们祝福来，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到前面来，来，嘉瑞来，请到前面来，来，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还有没有7月份生日的？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拍手祝福，谢谢兄姐，祝你们生日快乐。好，上帝赐福你们，福杯满溢。那我们要为他们献上最好的祝福，就是祷告。好，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站在前面的兄姐，或是在线上参加7月份生日的兄姐，为他们来祷告祝福。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每一位在你面前的7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献上感恩。感谢你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肢体，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为他们来到这世上，透过他们的父母亲的养育生育，使他们能够领受身心灵的祝福和恩典。也愿上帝赐福在这些兄姐们的身上，在他们新的这一年人生的当中有更大的成长，也有更多的突破，也带领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上帝的同在，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同心献上们感谢、祷告、祈求和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拍手来恭喜祝福他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上帝祝福，生日快乐，请回座哦。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来的好朋友哈，我看一下哈，刘宝珠姐妹，请问，在前面，好，我们的掌声欢迎她哈，欢迎你来 ，OK， 欢迎你，欢迎。您住在建国路，那就是在后站那边嘛哈，在后站那边哈，我们欢迎她 ，OK。今天还有请坐，谢谢，欢迎你，欢迎你。那还有林如佑、江立新夫妇及他的3个孩子，在这边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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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林若弟兄，你们都基督徒了嘛？哈，我刚看你们手圣餐，感谢主啊！你们是住在上面有写。OK，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请坐。贤南兄要介绍一下吗？贤南的。例如老师的学生的家长，哇，真好，感谢主，感谢主，请坐，请坐，好，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那个士林长老介绍一下，陈士林长老。士林长老坐在这边，刚刚第一场有看到嘛哈，来我们掌声也欢迎我们士林长老哈，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哈，台语哈，华语今天的金句啊，来我们起来。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再读一次，预备来。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也这样来遵行。接下来我们要举办儿童阿嘎佩的夏令营同工差遣礼拜。好，我们今天要特别在礼拜当中来举行我们的儿童营，就是阿嘎佩夏令营同工的差遣礼拜。好，那从我们请这些同工他们也来到台上我们从2009年开始呢，我们就在江南教会每一年都有举办儿童的夏令营，所以到今年应该是第15年，第15年。好，那当初参加的15岁的小朋友，现在都几岁了？30岁了。好，所以呢，这15年来，我们看见教会的传承也看见教会青年的确能够做很多的服事。好，那这些的今年我们的夏令营的同工的营长是由陈毅同学来担任，我们拍手来欢迎。副营长是简应轩，他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执行官是恩典，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营本部的干部，这一些的同工就不一一介绍，我们也拍手来欢迎。好，那我们先请第一排的营本部的同工先蹲下或是坐下，让我们来介绍第二排，这位是 Kimo 我们教会有一个吉祥物儿童营的吉祥。好，那在第二排呢，3排呢是我们在这一次夏令营当中的队辅，还有活动组，还有教学组，各组的同工和志工。好，那他们你们国中的第2排、3排，国中请举手，国中有2位，好，高中请举手，好，比较多，大学请举手，好，也有几位，好，所以呢，他们都是来担任志工好，所以我们的同工带领这些的志工，然后再有些志工来带领我们这次总共有63位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连续5天的时间。好，请起立。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有一个差遣的礼拜。好，那我们有一个受旗的仪式好，是由我们这个书成长老好来把这个迦南教会的这个受旗。好，来交给我们的营长，好先交给牧师嘛。好，这个是我们过去14年，今年第15年，大家所累积下来的，好，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祝福呢，交给第15届的这个阿嘎佩的全部的同工，我们来为他们来拍手来祝福那他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呢，就是他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情绪管理。好，那在他的背后呢，背后写的阿嘎佩，很大的一个阿嘎佩，就是上帝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是一个神的爱，不是人的爱，不是情爱，不是欲爱，而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爱。好，所以我邀请大家，我们这时候举起我们的手，好，来为台上的这些同工们，好，也为他们一起来祝福。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迦南教会在2009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都有许多青年同工，他们参与在这个夏令营队的服事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让他们能够有美好的传承、美好的见证，特别也祝福他们在今年当中能够领受上帝格外的恩典，从营长、副营长、执行官到所有同工、队长、组长，或是所有参与的志工小队辅们，他们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让他们坐在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让他们在这一周当中能够成为他们人生极大的突破，人生极大的成长，也让他们能够带来人生美满和幸福，也将这样的恩典带给更多的孩子们，让孩子们都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他们有一个呼口号，好，那么请那个营本部的同工好来示范。现在对，只有30秒的时间。好，来我帮你拿着旗子。好，那请同工来围着营长。立刻，对，好，其他的小队服呢，就把你们的手放在这些同工的身上。
好，准备好了没？执行官喊好。好，好，掌声鼓励鼓励。好，那请回座。好，那他们今天晚上开始呢，就要睡在教会了。好，睡在教会的地板。好，所以不是睡在家里的这个床啊。好，那总共要睡5个晚上。好，然后他们从早上6点半起床，7点好就要开始灵修，到晚上10点才可以去洗澡。好，所以连续5天呢，非常的辛苦。好，那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也感谢很多的志工家长们，好来担任好这个爱心妈妈，好协助他们。如果大家时间好允许，好也可以欢迎带饮料啊、带点心啊、带饼干、糖果啊，好来给他们加油打气。安内后不后？好，再次掌声给他们鼓励鼓励。刚刚牧师已经将我们今天的经文带领大家读完了所以我们呢现在要请我们的牧师来讲到，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有在信心上卓越。我们一起念一遍，在信心上卓越。好。好，谢谢松辉长老。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时间过得很快，2024年剩下多久？一半。好，因为6月已经过完了。好，那在2024年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还有什么梦想你还没有达到？还有什么心愿你跟上帝的祷告，你在去年跨年的时候，你跟上帝求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你还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好是要我们继续跟神来追求，好继续来跟神来寻找。好，那在过去的牧师在5月26号就任，好6月1号开始就带领弟兄姐妹好来共读。好，那现在已经共读到第2卷书。好，那许多人问说牧师你早上也读，晚上也聚会，好你会不会累？好，你睡得够不够？好，但是我的感受呢是觉得这1个多月以来呢，好，因为共读让我的精神特别好，好，觉得每一天呢，从上帝的话呢，领受上帝的话，让我在一天当中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而是觉得很多的事情，可是都能够在一天的时间完成。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好结束好工作好准备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呢，好大概都是秒睡，好躺下去就睡着了。所以也没有减少那个在床上好困不起啊、冰来冰去啊，好，而是呢在一天当中好就可以很快好的进入那安息啊。所以在过去3个礼拜好2个礼拜当中，我们有分享在安息上卓越，还有上个礼拜分享在什么行善上面卓越。上帝要我们成为祭司，上帝要我们借着他的话进入安息，也要借着他的话让最小的到最大都怎样？认识神，这就是行善。然后成为祭司，就是要帮助人认识神。所以我们上礼拜分享，因信称义就是通过耶稣的身体教会；因信成圣就是照顾耶稣的身体社区；因信得荣就是建立耶稣的身体。我们要继续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我们要让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社区聚会，都能够因为信心，我们能够来行各样的美善，让人能够更认识神。今天要分享的好是第3个，在信心上面卓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每一日的灵粮。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得到滋润，让我们可以昼夜思想，让我们可以走在上帝的光中，如同一棵树也栽在溪水旁，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你的旨意和上帝你所喜悦的事情。借着今天希伯来书再次提升我们的信心，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上帝所要做新的事和奇妙的事必定要成就。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要开始分享以前，跟你旁边的祝福说：上帝要大大提升你的信心，上帝要大大提升你的信心呢。好，信心的价值在哪里呢？希伯来书读到第10章，好，最后的2节说：他若退缩，上帝说我的心就不喜悦他。退缩这个字的英文就是 shrinks back， 就是你缩小的、微小的。你的心好，如果退缩了，变缩小的，台语说 “guilty” 啊，
上帝他就不喜悦，就不喜欢。所以上帝要你的信心越来越大，所以跟你旁边说，上帝要你的信心越来越大。但是你不用大到一个程度，大到比上帝还要大，不需要，而是上帝要我们的信心不能够缩小，因为当我们信心若退缩，上帝就不喜欢。所以第11章一开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未见之事的，在英文翻成 assurance 跟 conviction， 就是信心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盼望的事情，让我们相信所盼望的事情，还有让我们看见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事情。所以第2节说，古人因这信心获得了上帝的赞许。所以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第2节，所望之事、未见之事，还有古人，透过这3个，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在信心上面能够来卓越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所望之事来卓越，请大家说一次，在所望之事卓越。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4节开始说到，因着信，亚伯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亚伯获得赞许为义人。上帝亲自悦纳亚伯的礼物。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亚伯怎么死的？被他哥打死的。为什么他哥要把他打死？因为2个兄弟同时送礼物给上帝，一个上帝收走了亚伯的羊、亚伯的生计，该隐的生菜、该隐的蔬果，上帝没有收走，所以亚伯很生气，更小登生气，所以呢，他想说把他弟弟干掉之后，下次送礼物，上帝就怎样，只能够选择我啦，就不会再有别的可以选择。但是呢，亚伯所以他为什么礼物被上帝悦纳？因为亚伯用信心，他认识上帝，他要把最好的、更好的献给上帝，所以他把所有出生的这些羊、牛头生的，第一个出母胎的，把它分别出来。通常头生的最好，就是在最年轻的时候生的是最有力气的、最强壮的 ，DNA 最好，可以说按照这个优生学来讲，是最有这个最精华、强壮的。但是他不把它留下来给自己，而把它献给上帝。所以亚伯用信心来献上，但是该隐没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上帝喜悦亚伯，就喜悦亚伯所献的。后来亚伯虽然被该隐打死了，可是后来创世纪第4章，上帝找到了该隐，问他的弟弟在哪里。该隐说谎话，上帝就对该隐说：“你的弟弟的血在土里面向我说话，伸冤。你弟弟已经死了，可是他的什么还在说话？血。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有信心的人死掉之后，还在跟上帝说话。跟你旁边人说，有信心的人死了以后，仍旧向上帝说话；有信心的人死了后，仍旧向上帝说话。因为血里面就有他的信心的 DNA。即便他的头、他的口已经不能再运作，不能再function，可是他的血液当中的信心的 DNA 还在，所以他还在跟上帝说话。而第2个，以诺被接去，以诺是跟上帝同行300年，他没有经过死，上帝从天上来到地上，把以诺从地上带到天上接走了。以诺得以不见死，他不用经过棺材、坟墓，不用举行告别式，也不用家庭安慰礼拜，也不用牧师去替他主持丧礼。但是人都找不到他，因为上帝把他接去。只是在以诺升天被接去之前，他已经讨得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诺他在升天以前，上帝就这么爱他、喜欢他？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第5章之后，发现亚当的2个儿子，该隐杀了弟弟，不能够继承亚当，而亚伯被打死也不能继承亚当，所以亚当又生了第3个儿子，叫做赛特。然后每一个儿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这些的父亲们就把上帝的形象传给他的儿子们，传到了以诺，从亚当开始是第7代。所以以诺到他第7代的时候呢，他已经把上帝的形象1代、2代、3代的传承。以至于以诺他一出生，甚至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怎么样与上帝来同行，走在上帝喜悦的路上，以至于他走到一个程度，好，连死亡都不用经历，上帝直接接纳他。圣经当中只有2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到上帝那里去的，是谁？好，不是耶稣。好，因为耶稣他都跟我们一样被钉在他都死而钉在十字架上。以诺还有一个呢，先知以利亚，他怎么上去的？上帝派了天上的火车火马，可能是自强号、莒光号、普悠玛，好，然后把他从地上接到天上去。而他的徒弟以利沙在地上，好，就看到了，哇，就马上说：“父啊，好，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然后就是好在那边称赞，因为他也看见了、见证了这一幕。以诺他所望的事情，所盼望的事情，就是一生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他花了300年的时间。如果以诺没有死，按照前面创世纪好第5章第1代到第10代挪亚，每一个人平均加起来都有800-900岁哦，所以300年大概就是他人生的1/3，3分之一的人生都在与神同行，好，都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你愿不愿意与神来同行呢？而以诺他得上帝的应许，他得以不见死。所以第11章第6节，我刚才的金句，要到上帝的面前，要在所望之事卓越，就是这3件事情。在第6节哪3件事情呢？第一个，我们一起说，讨上帝的喜悦；第二个，到上帝面前来；第3个，相信上帝必定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在所望之事要卓越，我们必须要先让自己所做这件事情，到底上帝喜欢还是不喜欢，讨神喜悦。要在所望之事卓越，我们必须要学习勇敢的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而不要退缩，不要站得远远的，不要离上帝远离，被隔绝在外面。第3个，我们要相信，我们来到上帝施恩座前，上帝会赏赐寻求那上次报答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在共读的时候有特别讲到，这个赏赐的意思就是上帝会发工钱，做工的得工价。上帝会必定你爱在这世界上所做的工，上帝必定会发工资、发工钱，而这工钱绝对不是地上的，好，也不是只有台积电的股票，而是天上天国的奖赏，就是那生命的冠冕。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在所望之事卓越；第二件，我们要在未见之事上来卓越。什么是未见之事呢？我们来看第7节开始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因着信，挪亚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他有没有看过方舟？在他造方舟以前，没有，他从来没有看过方舟。还有一件事情，挪亚也没有看过，就是下雨。从创世纪第1章一直记载到第6章，上帝决定要用洪水毁灭的时候，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下雨。第一次下雨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挪亚他600岁的那一年，方舟盖好，他已经去传道了100年，呼吁人悔改进方舟，但是最后几个人进去？8个，挪亚老婆3个儿子3个媳妇，一家8口。所以中国字的船怎么写？左边一个舟，右边呢上面一个八，下面呢口，一艘船上面8个口，8个人。所以造中国字船的人，他也有听过挪亚方舟的故事哦，很有可能一艘船一家8口。而这个故事呢，其实在中国的古书上也有记载，就是有大洪水的记录，在中国的古书上也有记载，这个洪水毁灭地上的记录。但是呢，这挪亚是因着信，他没有看过方舟，他也没有看过下雨，可是在他600岁那一年，一下雨连下40天，40天从海拔0公尺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叫做什么山？圣母峰，这个8000多百公尺，都盖过去了，可见这个水有多大？只花40天的时间，那个要用多少的水呢？所以圣经有描述，我就不这边不再讲，你可以去看。而
但是呢，因为一家8口在方舟当中，所以这8口没有被淹死，所以他成那个世代第一个的审判官。当初把上帝的话传出去，相信的就得救，不相信的就被淹死在那个8000公尺深的洪水当中啊。所以挪亚他因着相信，即便没有看过的事情，他也愿意去做。他出来的时候500岁，船盖好的时候600岁，这当中他的儿子就算刚出生，也都已经100岁了，还要跟着他扛这么多的东西。而且呢，他不仅得救，全家得救，因为他是一个信心在所望之事、在未见之事上卓越的信心英雄啊。后面第8节开始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75岁就遵命出去。所以这个遵命出去，这个有一个字叫做就遵命出去。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中间没有怀疑，听到就去了，听到就行道。可是去哪里？去迦南地。那块地本来是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第20代，挪亚是第10代。亚伯拉罕这中间有10代的差距，他们已经从迦南地离闪含雅弗就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上帝要亚伯兰回到这个迦南地，可是他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他就算去到迦南地，发现这地已经住了迦南人，一群迦南人住在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又强悍又高大又比人家厉害，所以他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搭帐篷做客，好像异乡居住在帐篷里面。不仅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也都是。而亚伯拉罕他还没有看见他就去，可是他相信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继续在这个地方等候什么呢？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座城是上帝设计、上帝建造的。今天这座城叫做什么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一座城，那块城的地上土地的所有人是谁？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你会发现是所有人是亚伯拉罕。他什么时候买到的？他在他老婆死的时候，特别买了那一块赫人的地，就是曼利摩利的橡树上那一块地，用400舍客勒。过了800年后，亚伯拉罕过了800年，到大卫再次买那一块亚劳拿的打谷场的时候，花多少钱呢？50舍客勒。800年后，只要花1/8的钱。意思是说，800年前就要花8倍的钱，那根本就是天价。可是亚伯拉罕买下了，当作坟地，这块坟地就变作他的福地。所以我们台湾人习俗说，坟地都叫做福地，有没有符合圣经的根据？有。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坟地就是我们的福地，我们的坟地就是我们的福地。好，不用怕，好，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子说的。亚伯拉罕第一个土地就是蒙阿波，可是这个蒙阿波，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抢着要。好，不管是犹太教、伊斯兰教、穆斯林，他们大家都要这一块，因为充满了上帝祝福的应许之地啊。所以他在这地方到底搭帐篷搭了多久？75岁去到了迦南，到了那地方开始搭帐篷，到他的老婆死掉。好，他老婆死的时候127岁，127岁，所以亚伯拉罕137岁。搭帐篷住了60几年啊，而且这60几年都是一个老人。可是他用信心等候，后来他有没有等到这座城盖起来？没有，而且他的孙子雅各还全家被带到埃及去，430年之后才又回到这个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在见证人的信心，即便不知道往哪里去，即便我们来到上帝应许之地，可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像是客人，像是寄居，必须寄人篱下。哪天人家不高兴叫你走，当场就得走；哪天人家不高兴叫你闪，就得闪。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有走，定根在那个地方，这是上帝要给我和我的后裔相信他的人，他在等待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而其实这座城，好，我们读过了提摩太前后书，就知道那座城也不是只有耶路撒冷这座城，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后面11、12节讲到亚伯拉罕这对夫妻，我们来读第11节。
因着信，撒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所以撒拉在他要生孩子的时候是89岁那一年，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那一年。其实这一对是一个兄妹他们是一个兄妹的关系，不是亲的，但是也是非常的亲。而他们呢，有上帝的使者，上帝和上帝的使者来拜访亚伯拉罕，就在那个树下呢，他们搭帐篷的树下呢，也是后来亚伯拉罕买的那一块地呢。上帝的使者就对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孩子。”撒拉躲在树的后面偷笑，说：“我这老啊，阿伯叫阿伯要生囝，安怎？真拼啦，不可能啦！而且我上一次的月经是40年前或是几十年前，没有月经就没有卵子，没有卵子是怎么生孩子呢？”但是呢，上帝跟上帝的使者在树的前面听到，说：“你的老婆为什么在后面偷笑？”他说：“我没笑。”他说：“你有笑。”然后说：“你的儿子就要叫做笑，叫做以撒，就是要叫做笑。”而后来在那一天当中，他们都被上帝的信心、上帝的话听进去到他心中，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拼啦，开始拼什么？拼生囝。一个99岁的亚伯拉罕跟一个89岁的撒拉，他们是不是被圣灵感孕生出了以撒？不是，怎么生的？拼，就是拼出来的。如果是你，要不要拼？今天有没有99岁的人？跟你旁边说，你都很年轻。跟他说还可以继续拼。不敢讲我不是说叫人拼小孩啊，要拼上帝的国，为上帝打拼啊。所以12节，亚伯拉罕、撒拉，他们像是一个已经死的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后代，生育都断绝了，竟然生出了儿子，儿子还生出了孙子，而孙子呢，生出了12个曾孙。所以从这12个支派开始呢，如同天上的星。其实前面还有一个以实玛利。后来撒拉死了，又娶了一个基土拉，又生了6个儿子。所以这么多的儿子呢，不断的生，不断的生，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其实这个画面呢，在创世纪16章，亚伯兰才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叫他从帐篷出来看了。你在这个地方住帐篷住那么久了，看一下天上的星星，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兰当下看到那些星星，他就把话听进去，就相信。所以创世纪的16章就说，上帝就亚伯兰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就是亚伯兰的信心那一天跟上帝的关系开始正确，也就是他的13代前的以诺的祖先开始与神同行，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虽然那时候他可能76岁、78岁。可是接下来人生，他都知道用信心来回应了。所以我们要在所望之事卓越，未见之事卓越。第3，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信心的什么人？信心的什么人？通常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成为信心的英雄。可是呢，在希伯来书说，这一些的古人，请问你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那你什么时候成为古人？没有。不能呼吸被穿苦的时候，你就做古了，成为古人了。可是呢，在你成为做古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古人。问题是你是现代人，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现代人？是还是不是？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怎么成为一个有信心的古人呢？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现代人，当你做古之后，不会自动有信心，不会因为你在教会受洗。不会因为你参加坚信礼死之后自动升级，没有那个事情，而是你当现代人还活着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活出信心了。所以第13节我们来读，这些人是至死有信心的人，他们并没有领受到上帝所应许的，可是从远处观望，心里欢喜，又承认他们在世上不过是异乡人和旅客。这里有3件事情，你要做古之前，你要让自己有信心，
而这有信心，你要做到第一个，存着信心到死。如果你今天说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明天要继续说，明年要继续说，10年、20年后，你都要继续像今天一样的有信心。即便上帝所应许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即便上帝说耶稣基督要再回来还没有发生，你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阿们。第二件事情，有信心的人，他要在远处来观望，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们从一本圣经居然看到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离我们几千年，离耶稣2000年，耶稣离我们2000年，亚伯拉罕离我们4000年呢。你知道你看到天上那颗星星离你多久？不要说多远，光年是一个距离，可是你看到每一颗星星都是几万光年啊，就是光跑1年的时间要跑几万年。我们都知道，光1秒钟可以绕地球多几圈？7圈半，1秒钟它就可以绕地球7圈半，7圈。但是光要跑1年那么远，你今天看到一颗星星，都比亚伯拉罕还要老。每一颗星星都是几亿万光年的距离，就是代表时间那么远跑到你的眼睛。而我们从一本圣经就可以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观望。但是这些有信心的人，对这些事情是欢喜迎接。昨天晚上，牧师告诉这些参加周六礼拜的年轻人，你们将来要成为爸爸，你们要将来成为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们听到之后有没有很开心？一点都不开心。好，因为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眼睛看得到的事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我没钱啊，我没厝啊，我又没有存款，我又没有台积电的股票，结什么婚，生什么小孩，自己都养不活了。信心建立在这些地上的事情，他对上帝要给他的礼物当成是一个灾难，他把婚姻当成是一个恐怖的坟墓，他把上帝要给人的一生最美的祝福耶稣当成是一个垃圾，是一个粪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但是有信心的人，他从远远的地方打开圣经读进去，他就相信，就像亚伯拉罕，就像以诺，就像亚伯，就像这个挪亚，欢喜迎接，而且知道自己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不过是短暂。他不用花那么多的心思在地上一个房子一个房子，一张股票一张股票，他宁愿花更多的心思在天上盖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在天上堆积一份又一份的财产和天上的财宝，因为这是上帝最美好的祝福。所以让自己的信心卓越，这3件事情我们来复习。第一个要在哪里卓越？在所望之事卓越。第二个呢，在未见之事卓越。第3个呢，让自己成为信心的古人。所以从今天到你进坟墓那一天，好，不管有多久，这个信心你今天有了，听见上帝的话，就不要让它消失，也不要让它丢弃，不要让它退缩，不要让它变小，而是要让它长大。你要让自己的信心更卓越。最后，我们来从14节到16节，你有这些的信心，信心要怎么用出来呢？卓越的信心从宣告开始，大家说一次。卓越的信心从宣告开始。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说这话的人，显然表示他们在替自己寻求一个家乡，他们并不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否则他们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所渴慕的是那在天上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上帝并不因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耻辱，因为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要有信心的人，第一个黄色的圈起来叫做什么？说这话的人。信心怎么开始的？从上帝的话，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好，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当你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从耳朵进去呢，会在你的脑袋先跑过，开始想消化，好，把你心中的主意都能够辨明，像是2刃的剑，把心中的意念刺入剖开，好，然后就能够分辨，最后消化，把好的留在心中，成为你的信心的根基。问题，信心可不可以只住在这个地方？
信心不是只有用在这里，没有行为的信心，雅各书说就是怎样死的。所以信心必须要行出来，从那边开始出来。第一个出来就是嘴巴，从我们说的话。所以这些人说了什么话？他说了表示自己所寻求的，就是他想要寻找的，他就开始用说的说出他的梦想，大胆的说。你敢不敢说出你的梦想？感谢主。但是很多人不敢说。当牧师接受应聘来到江南教会这个小组的成员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把我在对江南教会的梦想我就写下来。写下来并不是我在做白日梦，而是我知道上帝既然带领我，上帝可以使用我，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在江南教会，我有短期的目标，有中期的目标，有长期的目标，这些都是我的梦想，我所寻求的。所以我就为这些梦想，我不用再去被其他的事情搅扰。跟这些梦想没有关系的，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跟这个梦想有关系的，就是我必须要付出的。所以我的短期目标就是要每日共读，1年要跟弟兄姐妹读7卷的圣经。所以在我就任后的第5天就开始跟大家读。在今天我们已经读了2卷，第2卷在1个礼拜就读完。但是这是一个宣告开始，不管你嘴巴说出来，你写下来，你要做这样的动作。所以在我们的周报上面，请你写下上帝给你的应许。在这个礼拜你的回家功课写下来，不要让他想一想之后就过去，因为你以为你现在知道，明天后天，你明天这个时间你看看今天牧师讲什么，你还记得？连牧师自己都忘记了，我不相信你们还记得。而且牧师已经讲第3场了，连牧师自己在明天这个时候都忘记了，你以为你还可以记得一辈子吗？不可能。写下来提醒自己。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写下来。我在我们当中有人喜欢把你的 memo 写在冰箱上面，写下来，把上帝给你的应许表明你所渴慕的，勇敢的写，不要害怕被人家笑，因为这是上帝既然要给我们的。就像挪亚，就像亚伯拉罕，他们在盖船的时候有没有人笑他？有啊，笑了多久？笑了100年啊。笑了100年。他们因为人家笑他，他就不盖了。不盖的话，他跟他家一家8口，那艘船就要改成一艘船上面0口，0口啊，没有半个人了，大家都死光光。但是因为有信心，最后上帝说，上帝不仅为他一个更美的家乡，也不是一个帐篷，上帝为他预备的是一座城。亚伯拉罕最后得到的那一块坟地，今天是一块圣地。不仅是一个圣地，还是一个圣城。不仅是一个圣城，还要在启示录当中已经被点名，叫做新耶路撒冷，是新天和新地。所以亚伯拉罕他看到根本也不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围起来的地方，他看到是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是一个新天新地。亚伯拉罕他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儿子，到他儿子30几岁的时候，上帝突然出一个难题，叫他说，把你这个儿子带到山上献给我。亚伯拉罕活到130几岁，他的信心已经变成直觉式的反应，上帝说要他就做，所以二话不说马上就起身。儿子带着仆人带着财带着，就是没有带祭物，没有带任何的羊，没有带任何的牛，没有带其他任何的代替品，就是带他的儿子上去。而去那边，儿子手脚都绑好，刀子拿得很高，准备一刀从哪里插下去？应该从他的心脏插下去的时候，天使出来说：“停止，住手，不可伤害上帝的儿子。”现在上帝真的知道你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上帝应许他，不仅要成为多万族因你得福，现在是万国都要因你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得福。一个有信心的人，是真的福气会多到满出来，所以我们叫做福杯满溢，因为他先有信心。你不要想说没有信心还可以福杯满溢，那个福不是上帝的福。就算你觉得很受祝福，但如果不是上帝的祝福，那可能会是一个灾难。而因为有信心的人，上帝让他经历是真正的福气，他能够福杯满溢。虽然后来他的儿子没有办法献祭，可是上帝早就预备了羊在那个山上，他的羊的脚被困在树林当中，就在旁边，所以上帝早就预备好。不论今天你有没有礼物献给上帝，
不论今天你有没有信心，不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走多远跟随神，但是上帝早就预备好你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上帝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都看不到。上帝，你要给我的祝福，我现在都还没有祝福，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上帝，你说要让我的身体好起来，让我身体健壮，能够服侍你。问题是我现在去呀波拉，卡呀波拉，我要怎么样来服侍你？不要用眼睛看，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因为哥罗西书说，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只有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有没有脑袋？没有。有啊，那你有没有看过你的脑袋？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你的脑袋，你怎么知道你有脑袋？因为你从课本上面，你从知识上面知道，信心不是用眼睛看的，信心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在那个地方。信心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就讲，11章又再讲一次，信心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当你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信心创始成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在这个礼拜，我们有分享。我们要来分享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要如何开口说信心的话？一个有信心，一个没信心的人，没信心的人最常说什么话？不行。还有呢？不可能。标准答案。你上次听到这句话什么时候？如果在你身边的人常常说不可能，这样的人跟他保持距离。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参考就好。如果在你甚至你自己说出不可能，你要改变自己说的话。我不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怎样？凡事都能。让我们用信心宣告，上帝他要赐给我们，就像他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挪亚，赐福给以诺，赐福给亚伯。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要凡事亨通，一尽顺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信靠神每一句的应许。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喜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从头再一次。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喜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我们从头再来唱。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喜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让你的心中充满，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上帝的话，你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中？你
你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你愿意，你就要相信上帝说的每一句话，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上帝所写的圣经，不要当成参考书，你要把它当成你人生最重要的教科书，把它当成圣经，把它当成标准，把它当成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论你选择你的学校，你要选择你的对象，你要选择你的职业，你要选择你要居住在什么地方，先听一听圣经怎么说，先想一想上帝怎么说，让上帝帮助你做人生更卓越、更美好的决定，让上帝带的话语赐给你信心，如同以诺与神同行，如同挪亚还没有看见就相信开始前进，如同亚伯拉罕，上帝说 Go 就 Go， 上帝说奉献就奉献。让我们心中相信，带着盼望，充满上帝的应许，让我们的人生路从地上的家到上帝的家，从上帝的家到天上的家，我们都能够福杯满溢，在每一个家中都充满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在盼望的事上有确信，在未见的事上有凭据，使你们成为信心的古人、信心的英雄。从今天到见主耶稣的那一天，都充满了信心。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名是奇妙测试，他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居，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居，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到这边结束。待会儿麻烦各位协助收一下椅子，谢谢。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我们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大家，也祝福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平安。木轩。